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9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什么叫联俄抗中。这个就是特朗普他在竞选总统之前好像表达过这种意思。那他就任总统之后，他一切操作，尤其是对乌克兰背信弃义，对泽连斯基各种污蔑，对乌克兰的抗击俄罗斯侵略事业各种打压、极限施压，所以让人不觉得怀疑特朗普为什么这么帮俄罗斯呢？是不是要联俄抗中？尤其是2月28号在白宫发生的争吵，泽连斯基和这个特朗普以及万斯不欢而散，所以让大家更加相信或者是倾向于特朗普是有所图，不简单，矛头是对准大国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安德烈·苏申佐夫，他最近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美国拿什么联俄抗中？他认为白宫的争吵表明乌克兰在国际战略中在美国的地位已经下降。这个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更加现实主义的立场。他说，而欧洲大多数国家难以坐上这一轮谈判桌。苏申佐夫认为美国联俄抗中的企图注定难以实现。过去数年的实践已充分证明，美国难以真正影响俄罗斯的战略选择。俄罗斯也已并将继续深化与大国及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关系，因为这些国家正在成为全球发展的新重心。这个苏申佐夫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国关系主任。作为一个俄罗斯专家，我们看看他是怎么看待、怎么辩解或者怎么去解释特朗普的联俄抗中。我们要从一个俄罗斯专家的角度去看看，兼听则明。所以当主持人问说你如何看待泽连斯基在白宫与特朗普总统和万斯之间的那场争吵，这个苏申佐夫说他说泽连斯基把自己想象成西方的伟大领袖之一，比肩丘吉尔、戴高乐和罗斯福。他试图操纵美国政府，让华盛顿相信乌克兰不仅仅是美国战略的一枚棋子，而是一个可以在重大地缘政治博弈中发挥主体作用的国家，并且能够向美国施压，按乌克兰的想法推动这场危机的发展。然而这次会面彻底打破了这种幻想。特朗普明确表示他希望实现和平，而泽连斯基则试图继续战争，并且要求美国提供大量支持。他说，从象征意义上说这次会面标志着美国将乌克兰作为对抗俄罗斯的战略工具的时代走向终结，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开始撤回其在欧洲大陆的战略利益。这个俄罗斯人显然他是一种强盗逻辑乌克兰今天遭受俄罗斯的侵略，在俄罗斯人看来是因为他在重大地缘政治博弈中想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他是主动找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强盗逻辑。这个言下之意，小国你只能依附大国，依附大国还只能依附俄罗斯，那这不就是强盗逻辑吗？依附美国、依附欧洲，那俄罗斯就打他。那有人就说了，中立，乌克兰在俄罗斯边上，怎么可能有中立呢？怎么中立？大国允许他中立吗？主持人问他说，如何看待泽连斯基提出的矿产协议？为什么特朗普会提出这样的协议？这个苏申佐夫说特朗普政府试图寻找方法从美国对乌克兰的投资中获取回报，这包括政治投资、军事投资。美国政府过去几年，尤其过去3年，在乌克兰投入了大量资源，而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里，美国也一直在介入乌克兰事务。特朗普认为这些政治投资有损美国利益，不仅让美国陷入与俄罗斯的间接军事冲突，还耗费了数百亿美元。他正在试图找到一种方法，通过乌克兰的资源弥补这些损失。这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稀土资源，因为乌克兰的稀土储量并不丰富，但特朗普需要向他的支持者展示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首先是结束战争，然后让美国的纳税人拿回他们比此前在乌克兰投入的钱。这个分析跟咱们说的应该差不多。然后说特朗普是在试图塑造一种迅速成功的形象，他强迫泽连斯基让步，而他此前多次批评泽连斯基应该下台，称其为独裁者，并称他的支持率极低。泽连斯基如今完全依赖美国的支持，因此不得不遵从华盛顿的要求，以维持自己的政治生命。这个显然是胡说八道了，因为特朗普批评泽连斯基是独裁者，支持率极低，是受普京的影响，看了俄罗斯方面的宣传。泽连斯基4%的支持率是从俄罗斯媒体爆出来的。事实上，泽连斯基在白宫争吵之后，支持率直线上升，所以他要维持自己的政治生命，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遵从华盛顿的要求，只能他遵从于战场的需要，遵从于乌克兰国家主权、领土安全，而不是对特朗普唯命是从。这个主持人问，他说乌克兰在停火谈判中的主要担忧之一是
90年代布达佩斯备忘录没有在当前危机中真正保护乌克兰，因此乌克兰希望获得更具约束力的安全保障，以防止未来再次遭受俄罗斯的进攻。从俄罗斯的立场来看，您认为乌克兰获得哪些安全保障是可接受的？另一方面，俄罗斯又希望从北约和西方获得哪些安全保障？这些保障在现实中可行吗？这个苏申佐夫他解释，他说布达佩斯备忘录背景是乌克兰同意移除其领土上的苏联核武器，这些核武器从来不属于乌克兰，而是苏联的核武器。乌克兰无法在没有莫斯科同意的情况下单独控制或使用这些武器。美俄当时达成的共识是，这些核武器不仅应当从乌克兰撤出，也应当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撤出。因此，将布达佩斯备忘录视为多边安全保障，或认为它对乌克兰的所有邻国和美国都具有约束力，这是不准确的。更重要的是，说乌克兰危机不仅仅是俄乌之间的问题，说其根本是俄罗斯与北约东扩的冲突。当下情况不是俄罗斯在接近北约的边界，而是北约年复一年的向俄罗斯逼近。无论是通过推动前苏联诸国的颜色革命，还是在2014年推翻乌克兰的亚努科维奇政府，北约的步步紧逼使乌克兰成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战场，而乌克兰政府主动邀请西方影响力进入乌克兰，将本国塑造成西方的工具。这些选择实际上使乌克兰无法获得真正安全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才能理解危机的本质。这个俄罗斯人的解释实际上归纳成一句话：活该你倒霉，谁让你摊上这么一个邻居？不就这么意思吗？对吧？你挨着俄罗斯，你就得亲俄。虽然你有主权，但是你没有选择怎么加入自由世界的权利，它就是这个逻辑。什么颜色革命，我不太懂。俄罗斯到底是什么颜色？俄罗斯标榜的自己也应该是个自由世界，它是积极向欧洲靠拢，向美西方靠拢，它要融入欧洲的，那应该是一个颜色，对吧？只有印度跟世界是不一样的颜色，俄罗斯跟印度颜色也不一样。普京是最痛恨苏联体制，他羡慕苏联的强大、版权、领土、版图、权力，但是他是厌恶所谓的什么社会主义。普京在以往的讲话中多次表达，他跟印度那不是一个颜色，对吧？他实际上他的颜色更接近美西方。那既然跟美西方是一个颜色，那什么颜色革命啊？不太理解。所以俄罗斯人这个强盗逻辑，说白了就是乌克兰你不跟我好，我就揍你，就这么简单。说这场危机的解决方案只能建立在美俄之间安全架构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因为这个问题上美俄才是最重要的对话方，对吧？从目前的结果来看，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或者是俄罗斯跟周边国家的矛盾，到底谁是责任方呢？对吧？大家形成的印象是这几百年来，无论是沙皇还是苏联还是俄罗斯，这个恶贯满盈，恶行累累，他对周边国家发动的战争不计其数，而且都是以领土为目的，他不是什么反恐啊，不是什么这个那个的，他都是占领人家领土，其中印度就是最大的受害方，他居然恬不知耻的要求安全架构。所以俄罗斯所谓的欧洲安全架构就是一种为他侵略铺平道路。他的安全架构，我侵略你，你不能还手，你也不能有还手的能力，你也不能有还手的意愿，你只能束手就擒，这叫安全。俄罗斯专家说，他是属得欧洲国家缺乏战略眼光和责任感，属得领导人表现得咄咄逼人，情绪化严重，他们与经历过二战惨痛教训的前辈完全不同。过去的欧洲领导人清楚地知道，如果言辞和行动出错，战略决策失误，战争将带来何等巨大的灾难。但今天的欧洲政客则更像是一群战略经验不足、极度情绪化、看不到自己行为后果的精英。你看，也就是说，这欧洲的这些政客你们就不知道妥协，就不知道跪下来。你反抗多危险，你知道吗？你就鼓动乌克兰反抗，你应该让乌克兰安慰他，让他跪下来接受，这样不死人，没有战争，多好。说这个要在欧洲东部实现持久和平，美俄必须就行为准则达成共识。俄罗斯已经多次提出这一点，最近一次是在2021年12月。这种共识需要包括一个中立的、非军事化的乌克兰。这个乌克兰应当支持而非阻碍俄罗斯语言的使用，允许东正基督徒自由信仰，允许民众祭奠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牺牲的先辈。这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行为，而是当前乌克兰国内重大的社会对抗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被认真处理，它仍然可以成为导致乌克兰
兰危机的再次爆发的关键因素。这个又是强词夺理，前苏联国家非常多，加盟共和国有很多国家现在早就已经把二战的时候苏军的这些树的雕像全部推翻了。我们先不说这个对还错，那你们俄罗斯为什么就抓住了乌克兰不放？还不就是因为乌克兰它不是北约国家吗？没有北约的保护，所以他才敢揍他们。立陶宛、爱沙尼亚、波罗的海三国他就不敢动。这个主持人就问，他说你刚才谈到了欧洲安全架构的可能性，同时也提到了欧洲领导人心态上的问题，那么您认为欧洲各国，尤其是欧盟，在未来的欧洲安全架构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因为您刚才主要强调美俄之间协议，那欧盟国家是否能在其中发挥作用？您认为欧洲国家有没有可能改变其心态，与俄罗斯达成妥协？这个苏申佐夫说，在类似当下的剧烈变动时期，保持战略自主和战略主权至关重要。你看，这也到了他这儿叫战略自主和战略主权。俄罗斯那乌克兰是没有战略自主和战略主权的，你没有选择的权利，你只有服从、攀附、依附俄罗斯的权利。这个苏申佐夫说，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及其精英必须能够独立评估自身的核心利益，制定维护这些利益的策略，分配可用资源，衡量可以接受的风险，并确保这个决策过程是自主的。但在当前的欧洲，很难找到真正独立思考的国家，也许唯一的例外是土耳其。部分土耳其领土位于欧洲，它是一个真正拥有主权的国家，能够自主思考自己的利益，并拥有支持这些利益的资源。土耳其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自己的武器制造体系，在这场危机中保持相对中立，并积极推动和平计划。相较之下，英国、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态度极端好战、情绪化，缺乏战略思维深度，也就是公开反俄的国家，那就属于情绪化、极端好战、缺乏战略思维。只要你不是公开反俄的，那你都是独立自主的。所以说，至于这些欧洲这些国家是独立自主还是这个情绪化、没有战略思维呢？纯粹看你对俄罗斯的态度。你看，这不就是强盗逻辑吗？目前我看不到让这些国家参与谈判的必要。法、德、意、西等欧洲大国同样对这一情况感到震惊，他们至今尚未任命能够代表他们在乌克兰危机上谈判的特使。这让我想起2021年12月到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美国在外交策略上完全压倒了这些欧洲国家，把他们裹挟进乌克兰必胜的项目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卷入其中，除了匈牙利等少数几个例外。他说比如芬兰，他说芬兰曾是一个中立国家，过去因与俄罗斯的关系而受益匪浅，作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桥梁，他在经济上获益良多。而如今芬兰加入北约，关闭与俄罗斯的边界，这种战略决策的计算非常糟糕，政治代价高昂，经济已经陷入困境。很有意思啊，不跟俄罗斯好的，那这是经济陷入困境，对吧？还是以俄罗斯为尺子来衡量。在这种情况下，俄方完全不理解这些国家为什么应该被允许坐上谈判桌。这个显然跟大国的态度不一样，大国的官方已经表达了，不仅乌克兰要参与谈判，利益相关方也就是欧洲也要参与谈判。这个主持人又问，他说俄罗斯的欧亚安全架构概念与大国的全球安全倡议有哪些共同点和潜在矛盾？说我们应如何更好地融合这两个理念？这个苏申佐夫说，最重要的共识是俄罗斯和大国都认为外部势力不应干涉欧亚大陆事务，本地区的国家完全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问题，无需像美国、英国这样的海洋国家实施离岸制衡策略，制造颜色革命、插手破坏、煽动冲突等。这是中俄对欧亚大陆的共同愿景。但是这个俄罗斯人那也是叫混淆视线、混淆概念。我们肯定是叫不希望干涉内政，这是第二个。欧亚大陆事务不希望外来干涉，没错，但是我们也不提倡侵略，不提倡去把人家领土划了一块出来做缓冲区，不提倡去人家那儿搞什么公投。所以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搞公投，大国他不认可，大国是反对霸权呢。你俄罗斯无非就是关起门来搞霸权，这是根本不同。说美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通过分而治之的策略，在不同地区挑动国家间矛盾，成功的在欧亚大陆不同的地区操纵强国与弱国的关系，使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调停者。他说，中俄的努力联合应该致力于打破这种局面，使美国不再如此不可或缺，让欧亚大陆能够在没有外部势力干预的情况下获得和平、稳定和繁荣。我倒是觉得俄罗斯
你既然是欧洲国家，你认为自己是欧洲国家，那你就欧洲大陆的安全，扯亚洲人没人喜欢俄罗斯人，他一扯欧亚，那欧洲他要管，亚洲他也管，完了之后南海他还要管，所以这个俄罗斯人他就把欧亚划为自己的地盘，这个地方我来管，我可以干什么都行。美国来那就不行，你是外部势力。那美国可以说全球，你管欧亚，美国说全球都要管，这有什么矛盾吗？俄罗斯既然你心心念念的向往欧洲，你就融入欧洲，扯亚洲。所以你看这个俄罗斯人，这样他气还能喘匀，他马上就去缅甸、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整点事，这都是他的势力范围。这个主持人说，假设当前的和平谈判取得成功，乌克兰冲突在未来几个月内达成停火协议，您认为中俄关系将如何发展？两国的民众互动和公共舆论可能会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苏申科夫说，过去几年里，中俄关系大幅加强，我们正处于双边关系的巅峰时期，那是因为他挨打了，那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向欧洲发展，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反对他，所以双边关系发展的巅峰时期。当前的任务是将这一基础打造成持久的合作模式，这是不可能的。刚才说了啊，因为他挨人揍了，他往欧洲卖气卖石油卖不了了，全球那么多国家反对他，他是被迫含泪受委屈跟大国合作，对吧？签了20多年的铁路，对吧？他一直不修，煤气这个天然气管道他也迟迟不开工。但是自从欧盟把他气一停，他往西去不了了，所以铁路什么天然气管道都赶紧修通，他是被迫。这个背景是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恶化，当然加上美国俄罗斯关系恶化，在这种背景下发展的两国关系能持久吗？这只能是暂时的靠近，互相温存，抱团取暖而已。一旦欧洲再抛出个橄榄枝，对吧？那俄罗斯会毫不犹豫的掉头倒向欧洲。这个苏申佐夫说，我相信这一定会发生的，两国都具备坚定的政治意愿，也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此外，我们还看到了两国人民之间高度认同感，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旅游往来不断增加，双方对彼此的历史和文化展现出极大兴趣。这个说的也没错，加藤老师对俄罗斯的文化是高度认同，对吧？加藤老师还有戴宇还有胡一静老师，那跟俄罗斯之间的文化交流那也是日益频繁。那个什么今日俄罗斯来采访加藤老师，不还带了蜂蜜吗？这关系，这民间的这种交往，那相当的融洽，钱如蜜，旅游往来不断增加。没错，很多中国的 UP 主在俄罗斯旅游，护照被扣受骗，就是这样，还是愿意去啊，说明那儿好，有吸引力。双方对彼此的历史和文化展现出极大兴趣。没错，很多大国的人对这个海参崴感兴趣啊，这想了解这段历史。还有很多大国人对鸭绿江对什么出海口，对不对？也很感兴趣啊。大国人也很想了解这个什么江东64屯，对吧？海参崴的那个黄皮肤的人去哪儿了？海参崴怎么现在全是白皮肤的？为什么在海参崴还有很多石碑上面刻的是中国字汉字？这就是历史和文化，很多人对这个感兴趣。俄罗斯人能不能把这个开诚布公谈一谈？但是加州老师说了啊，不能谈，谁谈就要枪毙谁，这就是恶意翻历史，那个别有用心。所以这个苏申佐夫说的啊，对彼此的历史和文化展现出极大兴趣，你有的地方不能碰了，加州老师要枪毙你，知道吧？说我们文化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多，涵盖了电影、音乐、节庆活动等。比如莫斯科已连续2年举办大国春节庆祝活动，这也充分体现了中俄两国深厚友谊。没错，这个遍地的俄罗斯生活馆、俄罗斯商宾馆，这个就充分的见证了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虽然里面卖的东西不一定是俄罗斯的，但是那也是见证的。他说，中俄在21世纪肩负着共同建设安全繁荣的欧亚大陆的使命。我倒是建议俄罗斯，你就管欧洲不挺好了吗？亚洲这边就别操心了，对吧？俄罗斯在亚洲没什么人，别看它这个西伯利亚还是什么远东，那一共加起来没几百万人，你管欧洲不挺好的吗？别扯亚洲。作为两大文明、两大邻国、两大强国，我们对彼此负有特殊责任，同时也承担着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职责。这个说的没错，也就是你俄罗斯，你只要不打劫，你不做强盗，这地方就非常安全。强盗一天到晚喊着要和平，自己腰里别着2个核弹，嘴上挂着2个核弹，逮谁跟谁来。他说要维护和平。这个主持人又问，他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接受采访时表示啊，美国的战略并不是要分裂中俄，因为他认为这不太现实。他声称特朗普政府目标只是确保俄罗斯不会过度依赖大国。您怎么看待他这一说法？这个苏申佐夫说啊，我认为他清楚地知道中俄关系的独特性，外部势力无法拆散。俄罗斯认为与大国开展合作符合其深远和全面的战略利益，反之亦然。美国理解这一点，因此他们的目标是试图降低中俄关系的战略性和重要性，但我不认为他们会成功。这个就是胡说八道了。卢比奥
他这个时候说这种话，无非就是想降低你们的警惕性。既然你拿美国当敌人，美国拿你也当对手，他怎么会告诉你实话呢？卢比奥说，我们不打算分裂中俄，我们只是希望俄罗斯你不要太依赖中国。这是典型的挑拨离间，这不就是三国里面的吗？俄罗斯人认为美国人看明白了，但是他说降低中俄关系的战略性和重要性，认为美国人不会成功。说中俄不仅是地理上的邻国，经济上也高度互补，两国经济体系都拥有对方所需要的资源和产品。但是别忘了，这俄罗斯人，你在跟乌克兰打仗之前，咱们也是经济互补，那为什么没有补？为什么跟乌克兰开战以后，你遭到人抛弃了，你再回来跟中国补？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条件成熟的时候，他依然会不跟你补，这叫反之亦然，这叫可逆。你是因为走投无路，没人跟你玩，你才跟大国互补。你在跟乌克兰打仗之前是最害怕、最烦、最不希望跟大国补的，你不希望大国从你的能源里面得到好处。天然气、石油宁愿卖给欧洲，宁愿卖给日本，他也不卖给大国。现在人家不要制裁他在卖，居然厚着个脸皮说互补，怎么好意思说这种话呢？当然了，这俄罗斯人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既然是强盗有什么道德约束呢？没有。他说我们对21世纪全球格局的愿景也是一致的，即建立一个多极世界，让多个大国形成平衡，从而为国际体系制定稳定的架构，避免大规模危机的发生。这个说的倒是实情，但我倒是希望多个大国形成平衡，为国际体系制定稳定的架构，避免大规模危机的发生。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俄罗斯要剔除掉，这个世界就稳定了。他说，如此同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遏制政策已成定局，他们希望从欧洲撤出部分军事力量，集中力量围堵大国，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试图影响俄罗斯，使其减少对大国的支持。但我认为这一企图不会成功。你看这个俄罗斯人是非常能颠倒黑白的。这个太平洋说美国围堵大国，咱们不做评论，或许是事实。说美国要拉拢俄罗斯，对吧？这个减少对大国的支持，这个就属于不要脸了。俄罗斯什么时候支持过大国？俄罗斯支持大国的方式就是给菲律宾卖布拉莫斯反舰导弹，这个就是支持大国。菲律宾拿了这个导弹，不知道是对付谁的，反正按钮一按下去，那导弹肯定是直飞美舰的，直扑美国的航母，好像还给马来西亚卖这种反舰导弹，反正都是用来对付美国人的。印度跑到越南搞核电站。主持人问，但是面对美国试图削弱中俄关系的举措，中俄应该如何应对？这个苏申佐夫说，俄罗斯有自己的外交目标，并不会受制于美国影响。俄美关系目前仍处于严重危机之中，我们还在恢复外交沟通的初级阶段，比如讨论如何归还被没收的俄方外交财产，恢复正常规模的外交人员配置，回到2016年至2017年的水平。说美国现在能够影响俄罗斯的手段极其有限，这是因为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对俄罗斯施加了数百项制裁，试图在乌克兰战场上使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美国尝试了各种手段动摇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但最终收效甚微。我很难想象他们还能做什么来迫使俄罗斯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这个交易马上就要达成了，特朗普帮普京，对吧？这对泽连斯基对乌克兰施压，普京现在已经迫不及待说同意停火，愿意让步。谁在泥潭里面，对吧？特朗普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气，冒着被欧洲同盟盟国被西方世界一致唾骂这种来帮救普京？他图什么呢？这里面没有交换吗？普京拿出什么样的见面礼，拿出什么样的筹码来感谢特朗普呢？仅仅一个伊朗可以吗？特朗普这么玩命的帮普京，难道仅仅换来伊朗不搞核武器吗？这个主持人又问他说，这个假设乌克兰战事停火，俄罗斯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会发生变化吗？也就是跟大国。苏申佐夫说，当前俄美谈判并不是因为俄罗斯改变了立场，并不是因为俄罗斯认识到错误，而是因为美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美国让俄罗斯在乌克兰遭受战略性失败，策略是错误的，甚至向世界推向了核战争的边缘。特朗普敢于承认，拜登政府、沙利文、布林肯等人战略是错误的，他们让美国鲁莽地陷入了一场直接与俄罗斯对抗的危机。也就是你美国就应该视而不见，见死不救。至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那你看着就好了，结果你来管，差一点发生核战争。你看不就这意思吗？你要管，那我就扔核弹，就这意思。你看看，这就是流氓逻辑啊。这个苏申佐夫说美国联俄抗中企图注定难以实现。他说，过去数年的实践已充分证明，美国难以真正影响俄罗斯的战略选择，俄罗斯也已并将
继续深化与大国及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关系，因为这些国家正在成为全球发展的新重心。两国在经贸与文化领域的合作深厚基础，共同建设安全繁荣的欧亚大陆的决心坚定。所谓的经贸文化，咱们刚才说过了啊，谁也不能否认，俄罗斯和大国之间的经贸，那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遭到欧盟和美国的16轮制裁，在这个背景下跟大国发生的这些经贸往来。我还记得俄罗斯卖给印度就是深空雷达，可以探索6000公里。这个印度买这个雷达是要探测美国吗？隔着太平洋6000公里能不能看到美国？这个是俄罗斯人卖给印度的。俄罗斯也给印度卖苏57战机还生产线。俄罗斯生怕你身边的盟友日子过好了，把朝鲜拖入战争，目的就是想让你这个大国以后跟着后面吃瓜唠。到时候朝鲜挨揍了，你说大国你是管还是不管？你不管，你们之间还有什么军事同盟协议？你管，你说你招谁惹谁了？也就是这个俄罗斯是处处想把大国拖下水，陷入泥坑里面。现在俄罗斯还没有出卖大国，那是因为特朗普他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筹码还没给足。迪波老人现在担心一把抱住特朗普的腿，怕扑了个空，回头也不好回头了，对吧？一旦特朗普发出明确的信号，我相信迪波老人是毫不犹豫的把某些大国给抛出去，当做投名状。这个不用怀疑，历史上俄罗斯、沙俄、苏联坑大国那不是一次两次。冯玉军教授在他的文章里说了，大国和俄罗斯、沙俄走近3次，3次都是被坑，难道我们还要第4次上当吗？所以俄罗斯战败甚至被肢解，这才符合印度的根本利益啊！一个恶灵被除是民族之幸。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